来看较轻松的消息，云林水南乡顺天宫，逐年农历正月15到17，拢会办元宵夜巡的活动。其中被列为云林县县定无形资产，同时已经传承100年的社会马仪式，将伫拜五暗时甲烟火表演做伙办。 水南乡顺天宫自古早时下，为着要送走瘟疫和祈求平安，伫逐年旧历正月15到17，拢会举办元宵夜巡活动，当中传承100年的社会马，已经传承100年呀。咱社会马这个仪式吼，其实已经失传足久的。咱伫民国104年时开始来恢复这个社会马。比方讲，今年为着村内家家户户会当有面桶仔炮来迎接圣驾，有配合文化部的补助，准备面桶仔炮，互村内8成乡亲来迎接圣驾。庙方有办美食，超至7点左右，有一场超30几万的烟火秀，烟火秀了哦，就是来社会马。今年水南顺天宫的元宵夜巡是真精彩，欢迎全国乡亲同齐来祈求平安到热烈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